Selina 任嘉萱和前夫张承忠阿忠于2016年无预警宣布离婚，当时引发外界关注。恢复单身的他，至今感情仍一片空白。他更提到和阿忠的关系目前变得更像家人，也真心的祝福彼此。Selina 最近登上 Elle 2月刊封面，她提到自己从小就是从满少女心，尤其最近参与录制恋爱实境节目《女儿们的恋爱》后，让她重温恋爱的感受，甚至还分享回想起上次恋爱的感觉。没想到居然有10年这么久，因此新年新希望，决定认真的谈一场恋爱。提到和前夫阿忠离婚时，彼此都是感谢对方的心情胜过于讨厌对方，只是中间有些问题无法解决，这些事情又累积了许多情绪在里面，最后才会协议分开。前阵子因为合约问题 ，Selina 透过阿忠帮忙协助，让两人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契机。但他也说 ，Selina 更表示，我们曾经一起共度过很重要的10年，这是不可磨灭的。而当一段关系可以和解，并且成为人生一个祝福，这个难得的缘分更加令我感到珍惜。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像家人，更真心的祝福彼此。至于择偶条件 ，Selina 也一口气列出8大项，希望他要爱我、疼我，身材要很好，而且还要懂得品酒，喜欢旅游，还要高帅，有经济能力，心地善良。Selina 更说，目前已经准备好接受新的感情，笑称浪漫的我要蓄势待发了。